我係 Chloe。上個禮拜內地四中全會閉幕，通過咗15.5規劃。今日等我同大家講下有啲咩要留意啦。所謂15.5，即係中國經濟及社會發展嘅第15個5年規劃，涵蓋2026年至2030年嘅發展時期。當中有12個重點任務，排喺首位嘅係現代產業體系。中銀證券隨即發表報告，指主要受惠嘅投資板塊包括先進製造業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，建議投資者可以短線跟進。整體 A 股走勢，中銀證券就認為有望由單靠政策托底走向結構升級。野村就認為喺四中全會後，內地政策重點將轉向確保短期增長穩定，以及消除通縮，年底前或者再減息一次，理應利好 A 股表現。市場似乎幾睇好 A 股之後嘅表現喎，你哋又會唔會部署一下呢？不如留言同我講，指教下我哋下條片見。